多謝網友參加討論提供寶貴意見。講到嚴明熙 vs TVB 這場鬧劇，其實好多嘢都係無可奈何，各為其主。某程度上 ，TVB 同嚴明熙都係輸家，不過當然，輸得最甘嘅都係 TVB。網友指出，嚴明熙有選擇權 ，TVB 將資源投放到別處也是情理之中。當然，這貌似順理成章，但深入分析就會睇到其實這更多暴露的是 TVB 自身的困境。與其說是嚴明熙的困境，不如說是 TVB 的困境。這一事件並非個例，而是連串失誤的延續，反映了 TVB 在挽留人才、資源分配、戰略應對上的全面失敗。第一， TVB 無法挽留高潛質新人。洪心怡與嚴明熙的離開是典型案例，嚴明熙的離開並不是 TVB 人才流失的孤立事件。早前，洪心怡就因被伍仲衡挖角而簽約成為其藝人，這再次顯示 TVB 對高潛質新人的吸引力已經大不如前。洪心怡作為音樂實力派新星，卻選擇跳出 TVB 的體制發展，這表明 TVB 無法為新人提供長遠且靈活的成長空間，讓他們不得不另尋出路。嚴明熙的情況更為明顯。他的音樂實力早已得到業界與粉絲的認可，但 TVB 對他的資源投入和發展規劃，始終停留在傳統的藝人包裝模式上，缺乏創新與彈性。當一個平台無法滿足藝人的發展需求時，離開是必然的選擇。第二，雪藏與污名化是過時且失敗的公關策略。TVB 在面對藝人離開時，往往採取雪藏或污名化的方式，試圖維護自身的權威。然而，這種策略已經不再有效，反而暴露出其霸道與無力。嚴明熙事件中，反骨嚴的敘事正是 TVB 與部分輿論對他的貶抑性標籤，試圖將他的選擇簡化為忘恩負義。但事實上，這種老土的道德綁架，並未引發公眾對嚴明熙的反感，反而讓外界更清晰地看到 TVB 的霸權作風與市場競爭力的衰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TVB 的雪藏策略早在80年代劉德華就開始被批評，但當時 TVB 的市場壟斷地位，讓這種手段一度有效。但如今，數位媒體與多元平台的崛起，讓藝人有了更多的選擇，即使被雪藏，也不會被徹底打壓。因此，這種策略在今天已經顯得過時且可笑。第三，新人培訓三心兩意，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。嚴明熙離開後， TVB 將資源轉向鍾柔美、姚焯菲等新人，希望扶持他們接替嚴明熙的市場地位，填補真空。然而，這些新人雖然也有一定潛力，但無論是實力還是受歡迎程度，都未能達到嚴明熙的高度，甚至連接近都談不上。這再次顯示 TVB 的問題，不僅在於挽留人才的能力不足，還在於對人才培育的長遠規劃與戰略眼光的缺乏。佢哋未必冇戰略，但 After Class 等等一大堆的失敗和無效，在證明了 TVB 在戰略執行上已經完全喪失了意志。TVB 的資源錯置，讓其難以打造出真正具有市場影響力的明星。一些新人雖有曝光度，但實力與個人魅力不足以支撐長期發展。這種短線操作的策略，無法對抗當前娛樂市場中更靈活、更高效的競爭者。第四，偶像文化的演變，個人價值取代平台依附偶像文化的轉變，也是 TVB 所面臨的另一大挑戰。今天的粉絲更注重偶像的個人價值，而非依附於某個平台的身份。嚴明熙正是這一新文化的代表，他以音樂實力與個人氣質贏得了粉絲的支持，而非因為 TVB 的包裝。TVB 若無法適應這種文化轉變，仍然以傳統的藝人依附平台模式運作，
就必然會在市場中逐漸邊緣化。平台的價值應該在於幫助藝人發掘其個人潛力，而非將其牢牢控制在體制內。喺因糞土栽培力，自有乾坤做化工。其實好多人唔明白 ，TVB 之於嚴明熙，一如 ViuTV 之於 Mirror， 並不是充分條件，甚至連必要條件都唔係。第五 ，TVB 的結構性問題，創新乏力與資源分配不均，洪心怡和嚴明熙的案例，僅僅是 TVB 結構性問題的冰山一角。長期以來， TVB 在資源分配上缺乏效率，對新人缺乏長遠規劃，對成名藝人則過度依賴，導致整體競爭力下降。此外， TVB 的節目與內容創新能力不足，無法吸引更多年輕觀眾，進一步削弱了其市場地位。相較於其他娛樂公司或自媒體平台， TVB 的運作模式過於僵化，對數位化與全球化的娛樂市場反應遲鈍。當一個平台本身無法提供足夠的吸引力時，人才的流失就成為必然的結果。結論：嚴明熙的選擇看似是個人的自由，但背後反映的卻是 TVB 的深層困境。與其說是嚴明熙的困境，不如說是 TVB 的困境。無法挽留高潛質新人，過時的雪藏策略，資源錯置，偶像文化的變遷，以及結構性創新乏力，都讓 TVB 顯得越來越脫節。當洪心怡、嚴明熙等有潛力的新星紛紛選擇離開，當國民初戀等接班人無法達到預期效果， TVB 的問題已不僅僅是挽留人才的能力不足，而是其整體運作模式與市場策略的全面落後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 TVB 若不痛定思痛進行改革，只會進一步被娛樂市場淘汰。